小给你讲了好。很神是呢，有4个古水的查某囡仔，查某囝啊，大汉的呢聪明伶俐，啊第二个呢生到较水的，水到会出汁，啊第三个查某囝呢看起来虽然像迄就是迄落，啊毋过内在足好的，足够唱歌，啊第四个查某囝呢，虽然较大张啦，啊毋过嘛足介意耍迄种 cosplay， 吼，就是怪怪啊，啊毋过嘛是足亲切的，足温柔的。啊，就即一天嘛，毋知影是安怎哦。即4个查某囝呢，就是动作安尼足怪的，和平常时拢无共款。啊，雄雄呢有一天来2个无看过的2个查甫人，啊，雄雄因着大家就玩起来啊。啊，是咧玩啥物代志咧？咱来甲伊看落吼。爸，啊，你敢会喙焦？我去倒茶，互你啉好无？来，我去倒茶。阿爸，你食饼，我坐火轮机炸转来的，互你食吼。阿爸，你食。啊，你毋是讲你肩胛头足酸的？我来甲你俩啉者。哦，阿爸，你看我生得这么高水，人拢讲我甲你上相。阿爸，啉一个。阿爸，你看。好，小等下重点。平常时都毋捌遮好咧，吼，那你欠钱才有转来。啦，今仔日随啊随个，啥物咧倒茶啦，啥物坐飞机买饼转来，你应该欠人掠吧？无啦，你掠我，你个。啊后壁这个妖魔鬼怪，人拢讲我甲你足像的咧。啥物啊有诶无诶，足神我无咧，迄落，今仔恁4个安尼怪怪哦，毋要变啥物梦哦，哈？是啊，你讲啦。就是安尼啦，啊有一届啊，阮4个姊妹仔伴啊，就去食迄下昼的茶，就是下午茶啦。啊，就看到2个查甫人讲，阮4个人安尼夹起来，会当变成一个团体，啊要甲阮可能是出笑片，啊嘛有可能要翕写信，就是要出迄限制级的啦。啊，就讲。对啊，我无想要答应，毋过伊直讲我好啦，阮4个做伙，阮4个个做伙，看出个钱会穿起来哦。系啊，而且我看因吼，生到中和老实，伊讲互我面试哦，互你看，这样，你妹是无型的。伊看起来是好啦，就安尼啦。应该是袂讲骗啦。啊，等下吼，因2个就要来咱兜吼正式签约啊。对啦，就要出道做起来了。以阮4个实力。嘿，绝对比迄什物文风三姊妹啊，搁较红，搁较强啦。对到时阵哦，阮就趁足济钱吼来甲友好啦。对。阿爸，我生得这么高水吼，早就知影有这天啊，我都怀疑啊！叮咚，有人来啊！有人来啊！人叫我开门啦！来敲。大家，阿伯，你好，阿伯你好，遐济啦，我咧赶迄敢地下西装诶。无啦，毋是要收小，等下后一拖，阿伯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这4个查某囝哦，真正水甲会惊人啦，真正有水的。阮希望阮经纪人啊，希望会使甲签落来，啊会使甲因培养，成为后一个 SHE， 还是韩国迄个什么 Twice， 对无？经纪人啊咯，经纪人对。哦，啊，不是阿伯啊，你4个查某囝吼，迄型拢无共款，有肥的，有瘦的，有悬的，有拢有啦吼。啊，毋过因4个拢就赞的，你就无应该甲因藏起来，你要有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拢看到因遮尔水，所以我保证一冬以来，因4个拢会足红的。因拢活，因不是啦。拢会趁足济钱甲你友好的，你放心。我家己查某囝，我甲你讲，我家己足了解、足清楚的啦。来，大汉你出来，嘿，你看我这大汉的，55啦。袂歹啦，保养了袂歹啦，看不出来出来。伊迄面是粉安尼糊起，即款的体格啊，个性是可无，毋对要做艺人，毋是这个料啦。袂啦，袂歹啦。啊，你讲我第三个，来第三，来咯。这个水哦。我是感觉这你带伊也就练啦。袂啦，我较食较油的，无啦。我会晓跳舞啊，跳舞就好啊。伊个就会歌声好听，你讲跳，会有影？内在
你还叫伊跳舞头发传油？这哎，你啊，啊，我迄第四啊，好，阿爸，人拢讲我做想你，我有啥物功夫拢有。这就免讲啊，这就免讲啊，规工想油也有无？迄等于日本婆啊啦，啊查某囡仔去斗去吹酒，毋知要创啥我都真看无。古锥啊！阿爸你看，酒味。第色的，第色的啊，伊就规工都吼，你毋知咧想啥，我想无。你讲你这三个人，你甲我讲是，我嘛无爱相信。啊，还有一个啊，你若讲要讲迄第二个，我这第二个来，你出来。我是我，面膜啊有面膜啊，哦，体格啊有体格啊，吼，要签我就是是安尼，签我这第二个就好，全然免。因是讲四个要做伙签呢。伊即摆是安怎？阿伯，迄个查某囝是我这世人看过上水的查某囡仔。我你看足少啊，请的。问你有大无朋友无？我无啦，无，安尼敢会用呢？哦，哦，你安敢袂伤紧啊？歹少年，你这等下有无啊？无啦，阿阿爸伯啊，啊，会做艺人啦，一定会红啊。这个条件较 OK 啦。阿伯啊，你真正足巧的啦。其实哦，阮本早就想要签恁第二个查某囝尔。啊，只是讲阮歹势，阮对你其他的查某囝歹势啦。我拄仔看你迄个表情，看你迄个动作，我就了解啊。哈，我甲你讲，无可能啦。阿爸，啊，我就是四个内底上水啊，我无可能。上水，我本来就是啊。啊，伊讲要签就签四个人呢。你袂使讲，你袂使讲，拢莫冤啊！恁四个查某囡仔拢免甲出道去做艺人。过来！哎，恁是拢看无清楚，目睭拢无咧看呢。这两个安尼骨骹拢缩出来。骨卡。伊是介意着你尔，我看咧，甲你是呢，我话来个怎么呢？我你有男朋友有诶无？这无影，我甲你讲，你这根本就是吼，牛片拄着插手。够第二句，开始。啊，你袂使咧讲啊！你个比啊！我看你外老母啊！你伤忝啊，先安尼。过来，阿爸啦！恁四个拢莫吵，无一个会应该去遐做艺人。哎呦，啥？阿伯答应你啦们遮颓，你都无咧看了，这两个咧骨骹拢缩出来，有啥物经纪人的目睭就在你理想，伊摄成你的体格尔啦。我知影。不是我。嗨，我你讲，慢叫我们骗你啦！伊咧根本就是行船拄着对头风，听有啊吼？嘿，是吧？来，你两句话哦，什么意思？毋是什么意思？毋是什么要请教恁大家，就是讲，因为所作所为，伊个头前咧讲假，讲签四个，要干要签一个尔，即款的行为，你要。牛片拄着插手的举手。哎呦，敢若一个意见无共尔。搁别个。多一个。我跟你想啦。哦，这两名演员拢选共款，牛片拄着插手，妈你解释看卖手。因为牛一定爱牵伊的片啊，伊才会走啊。啊，你若是贼仔，甲牵去，伊毋知影你是贼仔，伊嘛是会甲你走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解释没了。意思啦，吼。刚才都清楚，我听了无。啊，你知影我的意思啦？所以你意思是讲牛毋袂晓分好歹。毋知伊是贼，毋知你人牵着行。毋管你是主人还是贼仔，你甲牵，伊就甲你走。甲牵是啥物事？牵，你甲牵了，伊就会走啊。我想应该是牛片，伊片啊足够片的，伊知影伊的主人是啥，所以伊贼仔的手给牵落，伊无爱行，伊足巧的，伊知影这个人到底是毋是伊的主人，我想是安尼啦所。以你若讲是讲拄啊，我是牛，你那你是惨。哎，你是牛对，你是牛，你是贼，我是我是贼啦。我看有信无？
牛片，恁两个意见不共，对不？恁是经迄个行船拄着对头，风，你的想法是啥？就是就是行袂叮当啊。对啊，你就风吹起来，啊，你就要行，你就啊，袂搁使。吹过来，啊，哎呦搁袂哎啊，搁吹过来，啊，行袂叮当啊。就是讲，伊原本想要签，要做艺要签约人的，做嘿，做做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对可能。行船对头风一直吹来，哇，对对对对较袂画，伊想要入伊，啊，毋过无可能啦。对对对，来老师正确的答案是，咱俗语讲吼，牛爱更鼻，人爱教师，所以自细汉时阵爱囡仔爱好啊教。啊，牛细只的时阵吼，牛皮骨较软，所以咱咧趁伊个牛骨做软的时阵吼，用个铜钳啊，甲转过，挂一个铜钳啊，啊绑一条绳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人信利，牛信偏，就是有流头讲的。虽然讲戆牛啦，无论是好人歹人，只要牵一条绳啊。伊就对人走，所以有时咱笑人迄技术无好会讲吼，啊牛片唔顶，爱拎牛尾，你拎牛尾，牛会甲你喷，毋过你若牵牛片，伊就对你去啊。所以即句吼，牛片拄着菜手，迄着害溜溜。所以头碰过伊的意思是讲，你袂当甲伊签落去，你就迄两个怪去。另外行船拄着对头风哦，咱普通人也要出去，咱会讲啥？祝你顺风，顺风嘿，一路顺风。啊，你若行船拄着对头风，你就看运道较无遐好，啊做代志就较歹芳。所以有时人嘛讲吼，人熬毋得命运做对头，啊对头风伊甲你抢来抢来。所以若讲根据头仔内底演出，应该碰过做一个老爸心情，应该是惊查某囝去用怪去，所以应该是牛片拄着菜手，迄就害溜溜咯。大部分拢叫拍破过来者。